11节的感动时刻，继续带您在苗栗公馆品尝福菜。福菜是客家道地的食材，国内餐厅使用的福菜2/3都来自公馆，而当地的业者坚持在地食材，使用福菜做料理，民宿的业者更是制造出了福菜早餐。阳光洒落山头，风光明媚好景色。想要远离都市尘嚣，造访客庄，苗栗公馆乡是好选择。拉开房间天窗，阳光普照之下，为一天的开始揭开序幕。入住客庄民宿跟在家一样轻松，客人和老板娘的互动就像是一家人，一同准备早餐。每道料理充满了浓浓的客家风味。大家吃早饭了！哇，好丰盛哦！福菜炖鸡汤、福菜炒过猫、福菜笋干，丰盛的早餐都是民宿老板娘亲自设计的菜单，巧妙地将客家传统食材福菜融入料理之中。都市来的客人比较多，那这些人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呢，主要是因为客家的味道。那他们在都市里面吃的都是属于中西式的早餐，而且很匆忙的吃，在这边呢就时间很多。然后吃一吃中式早餐，再加入我们的福菜的一些料理，那可以让他们慢慢的去享用这样子的话，让他们更怀念我们的客家。客家料理少不了福菜，当地也有餐厅业者用福菜研发特色料理。福菜下锅爆香，放入煎好的鱼焖煮，完成了这一道福菜焖鱼。福菜因为我炒过以后，它香气已经出来了，但是鱼本身它味道还不够，所以我要把它那个香气慢慢用小火把它带进去。特别的是这个绞肉中加入了福菜和其他的配料，福菜水饺是老板研发的新口味。因为我福菜有在炒过，所以它福菜吃起来虽然它味道不是很重，但是有它那个香气。福菜水饺的特殊风味，不同于一般市面上的水饺，赢得了饕客的赞赏。口味真的不一样，跟一般的韭菜啦、高丽菜啦，不一样的风味了。公馆乡是传统客家庄，也是福菜的大产地。客家子弟们回乡开餐厅、开民宿，都选择使用在地食材，要用料理抓住旅客的心，推广客庄观光。客家风味做主角，福菜百变登场，鸡汤更鲜甜，焖鱼更入味，还有福菜水饺很新鲜。公馆客庄的福菜本色，清香了感动时刻。